无愿，无愿的解释咒没有立愿，要得三宝心法要先立愿呢。要得三宝心法要灵宝师啊，佛缘祖德根基都好，三生有三世有修啊。然后求道前要先立愿呢，所以这个愿哦，解释做立愿会比较好。信愿行正，信愿行是说往生极乐世界的三资粮。